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编张伟民。今日要讨论的是美中贸易战哦。美国总统川普伫几天前哦，伊讲9月初开始要针对中国销去美国300多亿美金的产品哦，加扣10%的关税。美中贸易战战未煞，中国政府用着人民币直落的方式哦，甲钱变好保，人民币对美金哦破7。咱看到这个中国政府的手是存入去因中央人民银行哦，用人民币来做贸易战的这武器。你短期内会当看到讲这个贸易战的这谈判气势会增加，不过咧长期来看会损害到中国的这个经济。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华尔街日报，伊嘛报道讲哦，过去中国人民银行真出来保测了，如今所来放手是互人民币来破7，就是回敬美国总统 Trump。不过咧对中国家己内部的这个风险啊，可能要比美国更较大哦。这个台湾这个阴影是啥物？全球的这个震动是啥物？今日咱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邀请到3位来宾到阵来对话，第一位是咱成大法律系教授柯仲信教授，你好。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第二位邀请到中央大学经济学系这个教授柯俊荣。阿斌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到这个伫中国这大商哦，袁宗南，宗南兄好。阿斌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这个议题啦，美国甲中国这个贸易战，其实哦，自去年就开始战啦，战到即阵也未停，更加是搁较烧。自这个贸易战变做是货币这个战争哦，这柯教授，你安怎看这个全球的这个震动？这是安尼啦吼，这个贸易战无遮简单会煞，因为这是看到2亿外美国人伊的工作机会，交13亿以上的中国人的工作机会。所以这唔是干那习近平一个人，哦，伊的政府我都决定。各位你也是看卖，这中国遮尔侪人口，逐日门拍开就是爱食饭。所以这13、14亿个人，要安怎保障因的工作机会，互因有饭食呢？吼，这嘛中国政府伊爱去做的代志。美国伊嘛是爱确保伊美国人伊的工作机会。过去呢美国伊曾经对这个克林顿的时阵呢大概就是1996年迄阵开始呢美国伊的经济政策行了唔得去，伊想讲要来发展资讯产业啦、服务业啦，安尼环保较好做啦制造业呢是较高污染啦所以互伊去中国啦，互伊去这个中南美洲啦但是真发现到呢这无制造业人民的薪水袂悬，所以美国即马要希望恢复到伊的制造业，但是这点当时呢这个美国交日本交欧盟呢离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第8回合对1886年离这个乌拉圭咧谈判的时阵，一开始敢若讲商品的贸易尔，到尾因遮开发已开发的国家呢伊就想讲这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就爱来招中国入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伊稳当会来保护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啦，开放伊的服务业，互美国的服务业入去啦，安尼咧，若制造业中国得利，安尼双方嘛会当平等来互惠就对啦。但是当时替中国谈判的一个代表叫做龙永图这个人呢讲实在替中国争取到足好的一个待遇，就是讲主张中国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呢美国甲欧洲甲日本同意，安尼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呢因为伊是开发中的国家，所以伊加入去呢伊唔免降偌济关税。迄交咱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相，咱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用已开发的国家，交日本、德国相像的标准。关税降足济，但是中国呢伊加入去呢伊的足济关税拢唔免降偌济就对啦。所以龙永图当时替中国去争取到这点结果这政治就是安尼龙永图对中国建立这个大功了，到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各位你看龙永图这个人也无去啦。因为中国人讲伊丧权入国，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无替中国争取到好的条件。丧权入国，到尾龙永图呢的政坛的前途都无去。
但是事实上，咱个证明呢，真甲看起来，拢用途是替中国去争取到足好的一个条件。所以中国对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了呢吼，迄个有形的商品对中国制造销去欧美各界呢吼，从美国啦足侪制造业拢拍倒去啊！安尼呢吼，川普伊就是去互这白人无头路的支持出来。所以川普伊也袂当摕，川普因为伊有这选民的压力啊，就是爱恢复到美国的制造业。所以川普伊也袂当放软。习近平嘛袂当放软啊！习近平若放软呢吼，伊嘛无法度伫中国的政坛继续维持。所以这个贸易战，这是美国人交中国这13-14亿个人口之间，这个经济资源的分配。是。所以咱进台湾要安怎来运用这个国际的变化，来趋吉避凶。这就是咱的领导人本的吼，咱的政治领袖爱有这方面的智慧，要安怎来调整咱的经贸的政策。互咱台湾的产业伫即个美中的贸易战会当来得利，减少咱的损害呢，这就是咱的领袖，就爱来做这个工课。第二呢，我看这中国因为伊国家大，你美国甲伊扣关税，扣关税，互你扣10%啦，但是你中国伊若离即个人民票的票值甲你持好低，你扣这个关税就无效。等于讲，这关税增加就去互伊票值市价甲抵消掉去。是。因为中国伊个国家大，伊会砍折，所以伊进人民票呢吼，讲实在，中国的人民票25年来就拢甲市真低啊。市真低输掉呢吼，伊对贸易所赚回来美金外汇呢吼，中国就爱用人民票去甲伊买。所以伊个人民票诶，即个供给会增加，增加了伊。人民票伫因市场坐，人民票的票值会保，你即马中国伊会用公债去甲伊消毒，甲伊吸得转来，所以会造成中国伊的物价、伊的厝价各面会压起来。若小个国家占袂掉，但是中国伊国家大，伊会砍折啦，所以伊即届呢佫将即个人民票的票值甲持有7块以下，即安尼会变成中国伊的通膨的压力会愈来愈大。但是伊国家大啦，咱各位咱毋通想讲中国会遮紧就来放手啦，因两个会战啦。是。所以即个战争呢贸易战坦白讲啊，若伫经济上呢长期是敌手啦，伫政治上有哪会变歹朋友啦。是啦即经济甲政治会互相影响，所以咱台湾坦白讲，长期来讲对咱是好。对咱是好，就是讲，所以这个美国讲 Let's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就是川普爱打进来人，头拄仔这个口告书嘛，讲到这个 WTO 的这个关键，因为过去就是中国是以着这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来参加着这个 WTO， 所以因真侪项的这个免税这个优惠啦，还是讲降税，真正是对这个中国有利。但是川普看到这个现主席的情况无对啊，即阵若是中国一直安尼爬起来经济对抗着这个美国。两个大国的小战，时代已经变啦。中国呢对1979年开始，邓小平开始到今安尼30年呢我甲各位报告呢中国进入上海这第一线的都市迄生活水准比台湾较悬啦。是，迄生活水准已经比台湾较悬啦。伊个网络普及啦，伊个人脸辨识系统，迄含即个迪化即个乌鲁木齐啊，迄全国伊个科技的进展啊，已经无相像，所以坦白讲，中国伊袂当过来享受即个开发中的国家即个待遇，所以川普伊安尼主张是符合着即个正当性的。是，就讲你中国2001年加入是开发中国无毋对啊，但是安尼经过尾啊20年的变化，你已经丧失着开发中国家的资格，应该要重新谈判。是，但是呢这要重新谈判坦白讲，中国离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会员内底伊的朋友可能袂输美国啦。哇，伊的朋友有足多。是，所以咱来看讲这回这个贸易战真正是战袂煞。中国用着人民币，甲这个价值互伊直直落去，跋落去7块美国是认为着这个中国是操作这个汇率伊嘛甲伊点名做记号。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
这波全球市场震动是因为初五中国央行放任人民币汇率变破1美金兑换7块美金人民币的心理关口，创下11冬来的新低点。中国对贸易战实施货币新武器，用贬值来抵消关税的影响。专家分析，未来几季人民币的汇率有可能继续贬值，对美国施压。中国相关企业各暂停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动向美国农民。7 has always been kind of a psychologically important, and them letting go of that and allowing the yuan to depreciate below that number, I think signals to the world, signals to President Trump, hey, we've had enough, and we're going to use levers of our own. 川普推文批评中国操控汇率，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虽证实将中国列做汇率操控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介入，消除中国安尼做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优势。未来甚至讲有可能实施制裁措施。中美双方顶礼拜才展开贸易谈判，进度不足预期。川普虽宣布9月初一开始，要对总价值差不多3000亿美金的中国输美国产品加征10%关税。这代表中国和美国之间每年交换差不多6600亿美金的商品，用免都已经面临关税。随着中国货币战出手，世界两大经济体拍一档的贸易战，最近要和平结束的希望嘛愈来愈小。有分析师就认为，上紧要等到9月，双方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才会当看到转机。记者综合报道。过去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银行啊，这个是保七啊，甲这个人民币。该保七，但是即阵哦，破七，咱有经历着这个人民币自这个贸易战开始哦，自去年开始，这个8月份的时阵，甲即阵哦，这个8月初5的时阵，破七哦，7.0474，哇，这个部分是安尼直直落来，啊，对着这个亚洲啊，规个这个八达啊也好，拢是影响着。你若看到。这回中国出手就放互这个人民币直直落，互伊钱变薄安尼。这讲起来吼，这人民币本来就有一个咱讲伫咧变薄的这个趋势吼，因为伊经济即马无改好嘛，吼，所以本来大家都看讲这人民币可能将来一段时间嘛有人讲甲会到8块还是9块的人民币对1块的美金吼，拢嘛有人安尼讲吼。啊，但是吼，这边就是感觉奇怪，就是安尼吼。照理来讲，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人民币的控制本来就足严的，是吼。在过去这2年来吼，伊这资金要刷出去，拢管制了足严格。啊，那会雄雄一日之间吼，人民币安尼变达到7块外吼，大家看。所以美国连咧挡袂牢啊，伊就讲吼，这照过去来讲，人民银行无可能对这人民币。安尼变薄去，所以你若看咧安尼的状况，这干那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咱讲汇率操纵嘛，咧操作这个汇率嘛，所以对美国来讲挡袂牢啊，吼，所以大家讲哦，这即马昨吼美国来指控讲中国是一个汇率操纵国，是，嘿，这敢是讲这川普出的新招，实在讲起来吼，嘛毋是啥物新招啦，哈，因为吼，这个汇率操纵国本来就是美国。准备吼，伫遐备而不用的一招伫遐。啊，我看到你雄雄之间吼，人民币可以变得个安尼，所以我当然这招就用出来啊。吼，所以大家本来讲，即个阵啊，两国在谈判这个协议，拢看拢无啊，吼，咱讲物理看拢无，毋知有结果啊，无结果，干成都毋知是安怎。但是为昨的这个事件看起来吼，大家都足清楚啊，吼，即嘛拄啊，高教授讲的。这两国之间吼，即马讲起来是无遐紧煞，啊，表示讲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谈判实在是完全无结果的，吼，啊，对美国要求的这个代志，中国实在是做袂到，是，吼，那做袂到，我去补充一下，明年迄是川普要大选啦，哇，大选年是，啊，明年个另外一件代志就是中共建政70周年啊！是哦，对两个全世界上爱民主的这个领袖来讲吼，即马两个人拢有变一个生死的对输袂起压力拢伫遐吼，所以即马吼，阮简单讲起来，要讲这人民币吼，实在毋是一个介好的咱讲观察的点啦吼，因为本来这咱讲这货币物件本来就足复杂的，吼，足复杂的。你袂当讲伊即摆讲看到这人民币在变薄，就讲啊，伊即摆一定在创啥物吼？因为伊的经济本来就无好，啊，本来就无好。伊实在讲起来，
对中国来讲，伊嘛足惊的这人民币吼，一直报去，一直报去。实在讲起来，代价嘛真大呢。拄啊，柯教授有讲啊，你这人民币要安怎才会报去？你一定要供应足济人民币到市场来嘛。是。迄对这厝的介绍也好啦，对这所有的这物价来讲，拢是足大的压力。所以对伊来讲吼，你要互这人民币要安尼变薄，伊的代价嘛足大的吼。所以咱袂使看这目前的这个中间，袂使干那看这项尔。是。但是不管安怎讲，昨昏发生的代志，吼，这两天发生的代志，吼，实在讲起来，就是一个证明，就是讲美国甲中国之间，吼，即卖这谈判真正要有一个结果，吼，莫讲这两个月啦。到明年进前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吼，看起来是无可能的代志。是，啊，毋过看倒转来，因为美国指控中国是这个汇率的操纵国，咱都有经历着这个图表啦吼。咱来看这张图表是讲安怎有这个评估的这个标准哦。第一个就是对这个美国这个贸易哦有顺差超过200亿的这个美金啦吼，啊，还有这个真大金额的这个经商效吼顺差，啊 GDP 是3%以上。超过啦吼，啊，继续是要若是手讲有存入去这个外汇这个市场内底吼，这个年度的这个累进外汇哦，这个购买这个金额爱超过 GDP 2%以上。若是这三项拢成立，就是汇率的这个操纵国。啊，若是高一项来成立，都爱从这个列入去这个观察名单的名单内底啦吼。啊，美国就是这个财政部甲这个中国啊，若是讲伊是这个汇率的这操控的国家，伊就要申请这个总统来采取这个措施啦吼。啊，有2项这个加征这个天发性的这个关税，啊有向着这个 WTO， 也是讲这个国际这个货币基金哦 IMF 内底，爱去做观察的这个部分。咱个请这个柯教授甲咱讲，伊其实哦，美国对伊中国啦吼，做这个汇率的这个操纵国，伊这是什么含义？就是安尼啦吼，汇率的操纵国吼，你若是先进的国家，你像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啦，还是日本的日本银行啦，还美国的联准会吼，伊这有独立性，伊算独立，伊虽然是官方的，但是伊独立，所以一个先进的国家，这个汇率伊会根据市场的供给甲需求，是哦，但是中国伊的这个人民银行呢吼。一往以来就唔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啦，伊受到中国政府的政策的配合，迄长期就拢真大。所以讲，即美国的财政部是美国政府去认定讲中国是汇率的操纵国，所以从我认为这定迄是要讲唔讲尔。长期以来，中国的汇率就是拢交国家的政策来配合的，有利伊的出口。啊，你今仔日美国呢吼，伊用关税要来对中国来算讲进口较少物件。啊，你中国的物件做出来，也是个产能遐大，伊无出口就袂使啊。啊，伊即马佫用一带一路去海运啦、海港啦、铁路，就是要输出伊的商品嘛。啊，你美国你用关税挡伊的物件袂当出去，中国伊的产能大，伊当然绝对是用人民币改持好加，互伊佫出口佫。无影响安尼嘛？这两国安尼建的吼，我认为你用世界贸易组织讲去主张讲中国去操纵汇率啦。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对这个汇率的管制真少啦，真少啦。啊，国际货币基金吼，你国际货币基金坦白讲，伊这个你会当对中国有啥物处罚嘛无法度，嘛无法度。所以离国际上并无一套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啦，是，交商品的贸易有这个 WTO， 这无啥相像。所以中国伊人民币甲伊持好加有利出口，这点离国际上无人会当去替美国人讲话啦。啊，这是两国真正是靠实力啦，是，两国靠实力。啊，因为中国即马伊的国力起来嘛，啊，伊的人口佫济，市场佫大，所以伊安尼咧吼，要来交美国拼。啊，这川普咧吼。伊嘛无可能放，所以我真咧甲看咧吼，真就是两个咧拼。中国希望安尼，互川普明年袂当连任啦。伊咧期待讲看川普若落台，
后一任的总统会看how好处理袂。 5月时阵，川普这个伫推特头顶铺文讲，你卖5万讲我袂调哦。我伊即摆是达到上好民意的这个时阵哦，伊有安尼呛明的哦，讲中国你莫假笑哦。啊，其实咱要来看，就是讲这个柯教授讲中国当咧这个变局嘛吼，但是拄则个柯教授有讲就这个中国这经济其实无遐好，咱都要问下台商，咱这个袁宗南兄。 你是因为一个台商过去伫遐25档啊吼，啊你做 LED 灯，影响真大啦。啊人民币安尼降好落，啊甲这个关税起起来，一落一起，你安怎看？哦，这都爱讲到吼悲惨的故事啦。25年前哦，我的股东吼伫中立工业区吼，迄阵还佫足稀微的啦。想讲工资拢起来啊，对吧？吼，啊落报啥拢爱报啊。 啊，归起来大陆，降偌济，你知道？一人较500-600块尔。一个月呢，就开始伫东莞遐拖，拢拖啥？你知道？拖这个，咱迄阵叫做灯饰王国嘛。就去遐开始做翻衰啦，污染的，拢去走去遐嘛。大家就安那零星工厂，大家就会死啊。开始做美丁，销美国、销欧洲，赚外汇，安尼倒来对吧？这叫中小企业。你看第个电话公司，敢有人就市的？无嘛。 我家己了解，阮照明界是 LED 10当前旺起来的时阵，大量的资金甲人才，讲了甲阮的定居内底呢，人拢是博士呢，阮遮拢做翻刷，拢是甲嘛国小无毕业，甲对吧？无高中无毕业，同济大学毕业都阮遮1等1的啊。结果因入来了，资金人才拢入来，大爆发，佮省电，佮节能，开始拢 LED 的电话，你即马无个有迄个什物普通电话机啊啦，拢是 LED 啊。即马25%的贸易关税，你要销外国是啊，伫船顶悬就甲你宣布啊，到遐都爱收啊。你谈到 components 都无5%，你做零件的，所以我即张表你各位看，来统计是啥？电子零件，1600亿，8月2号统计，通关呢。 其他哦，咱电脑用品哦，佫无遐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台湾是代工业。是，我们永远做电阻的，他不会去做 IC 版，做 IC 版的永远不会去做宏达电的手机。这都是咱台湾代工的命运啦。所以我若讲到 LED 吼，足恐怖的，咱台湾是安那无生产线。因为一台机啊，可能7000万人头纸，迄阵是有的时阵哦，3亿5千万。 政府无补助嘛？大陆你设一条7000万人头纸，政府补助一半。安尼你要伫遐设啊，要伫遐设，大家就走去啊。是。走去了好啊，即马出去爱25%，靠呀，我赚到无3%咧，对吧？我毋就倒了22%，安尼好收倒来，咱来台湾。即马我就讲我的股东，佮去中立工业区找，土地已经起5倍啊啦。哇！我这30年、20几年的奋斗归零，你知影？ 看，我都靠台湾的土地，我都赢，你知道？这个你反思回来哦，有多少中小企业受到这个伤害？这拢是咱台湾台大、清大、交大、中央、成大这几个优秀的电机系、电子系、光电所的学生啊，家己去打拼出来呢。你看这上市公司拢无影响，是安那？人拢知影有100个财务杠杆帮他做 balance， 你知无？咱中小企业是无呢，是看人做啥咱做啥，交互郭台铭伊去组装呢。components 你来趁5%、10%吼，偷笑啊啦！你变来趁20%啦，我问你即马问题是我倒来欠电、欠水、欠人才，佮无人才拢走一堆，你甲我讲。宏达电这阿弟拢走一堆。 去华为深圳18万人，你看阿弟7成台湾人，讲台语拢会通啊。讲台语拢会通。系啊，你这人才的部分啊，人才你看200万的年薪伫台湾哦，算高啊吧？是。嘿，宏达电一抬头6000人无工课。华为讲你来，你偌济200万对，来过来200万年薪人头纸。哇，你要去无？ 你莫甲我讲爱国无爱国啦，我请养家糊口较重要。我嘛知伊利用我5年对无？处长讲我50岁啊，我55岁，我得趁到宏达电75岁的薪水啊。是，你要去无？这是人才的部分啦，因为讲人才这个人民票好赚，但是其实你头段嘛讲着一个重点，就是讲较早迄个时代，
这个人工俗，所以我过头去迄边，啊，即阵土地俗，啊，当然做生意人一定有家己暗算讲啊，其实倒位有这个利润，我都爱先去。无错。啊，转来的时阵，其实你都爱考虑到这个成本嘛，就是讲这个时代在转变。无错。对。但是这回拄好当到这个木器节，所以啊，这个无人想会到的。因为先啊，你这个厂商无咧搞政治的啦。啊，有影。这政治影响经济偌严重，你知哦？是。可能的两个哦。中国甲美国是偌大国，你知哦？台湾是偌小国，你知哦？结果两个咧相拍讲靠呀，咱朝商啊，朝商同当的既然是中小企业，啊，咱政府就甲咱想到，咱倒来，咱要哪辅导他？是。我真正会当伫遮吼，我拢差不多，大家拢60-70岁啊，要倒来啊，欠水、欠电、欠土地、欠人才，连工，大家拢要去西北面打工，无爱来我遮做事啦。4万5块请无人啦。啊，对你来讲，因为这个关税部分，因为刷倒来台湾，啊，找到土地这个起起来这个问题，但是讲，若是讲到人民票落价，对你来讲有啥物较好的影响？内销，大陆内销，啥啦？伊的内需市场起来。搁那咱咱的柯教授讲的，你莫看重庆、成都，对吧？遮你莫看，你著看郑州就好啊。你去看。比台北新计划区较老咧，是。伊的内需市场已经起来啊，伊无应该搁去外国挖钱啊，你知影？所以伊嘛知影爱转型做内销，然后以前啊，事业咁讲的吼，城乡一体化，大家这4线城市、3线城市赶上来，安尼你人民就富起来，你就袂中国来改朝换代拢是安那，食袂饱啦，收入平均。所以第3线、第4线这个较退后的这个部分，无错啊，生活起来啊，伊就会当伊即马佫有习思想，你知无？意思讲，干马主席较有毛思想了，我哪有习思想啊？对，意思我要做14人的主席吧？是，无我落来就去用斗争的斗死啊啦！是，所以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啦，其实。对着这个货币也好啦，人民的这个控制也好，其实拢有啦。咱来看讲，因为这届哦是中国政府的手存入去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吼，所以加一个哦，无要紧，咱先来看这张图，咱再来补充一下。咱先来看讲这回啦吼，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甲这个红列做是汇率操纵国，伊的这个声明是啥物吼？咱来看第一点啦，伊讲这个红美国政府财政部所定的这个汇率操作国，伊的这个部分哦是人性的这个单边。主义啦，甲保护主义这个行为啦吼，拍歹着这个国际这个规则。第二项是讲什么？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本早就是市场来供求的这个决定的，毋是有操控无操控这个问题啦吼。第三点伊讲啥？第三点是因为这个美国对着贸易战哦，在欠权的时阵，中国伊坚持无要这个竞争性这个变达咯。毋过中国嘛无这个袂将这个汇率哦，做着工具来应对着这个贸易这个争端。第五点呢，伊就抗讲这个美方啊，你着爱这个悬崖勒马啦吼，你着爱好停就好停，话停就停啊吼，回归到这个理性甲客观的这个步路来看。咱其实有看到这个中央人民银行，伊是安尼讲的，但是其实咱要过来看讲，对着这个中国甲美国这个两个火车咧相争的时阵，其实哦，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有真无适当这个回应。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我只想呵呵2声，因为你知道，中美经贸磋商1年多以来，是谁在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大家都有目共睹。这个时候，美方呢要放话来试图极限的施压，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自己生病让别人去吃药，也是没有任何用的。And I can always do much more, or I can do less, depending on what happens with respect to a deal. I think he wants to make a deal, but frankly, he's not going fast enough.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be buying from our farmers. He didn't do that. I'm not concerned about that at all. I expected that a little bit becaus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quite yet about what's happened. We've taxed China on $30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and products being sold into our country, and China eats it. 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哦，伊呵呵2声来讲到这个对着美国。川普伊讲过去1年来这个贸易战，伊讲出尔反尔啦，反起反倒啦，安尼部分，但是
这个川普随回应啊，伊就是要伫9月初1的时阵来用着新的这个3000亿的这个部分哦，加征这个10%的这个关税。啊，对着这个中国这个外交司令来看，词汇啦，伊安尼敢有适当？咱先来讲这个部分。这是安尼啦吼，中国伊伫即个贸易战内底，伊足坚持。世界正先进的国家，包括德国当时伫1860年代、1870年代，德国伊有法度速度安尼真紧发展起来。伊迄阵就是去学英国的科技啦。啊，日本伫明治维新的时阵呢吼，伊嘛是日本嘛是去互全世界甲伊笑过，伊叫杀戮啊，就是教去共学了对啦。日本伫明治维新嘛是去共学足侪人的要做飞机的方法啦，做火车做啥嘛是拢去共学。啊，但是迄个时代呢吼，世界并无保护其他的国家的发明的国际条约。但是到1890年代以后，有巴黎公约就无像啊，就是讲世界有签一个条约，互相去保护人的发明，袂使搁去人偷人的技术。啊，即马中国伊伫1979年以后，伊就希望要去仿人的技术、仿人的商品。啊，日本会当安尼做，德国会当安尼做，吼，是安怎？我中国袂当安尼做，所以中国伊就真知影讲，绝对爱有技术啦。所以头仔咱中南兄咧讲的，中国挖咱足侪人才，其实毋是爱伊的人，是爱咱的人才内底头壳内底的 know how。啊，甲你请来5年了，你这5年贡献伫我遮，爱 know how， 因也秘密，阮中国就会晓啊。啊，你5年后你就要去搭，你就倒转去台湾啦。这嘛是甲这个美国这个想法共款嘛，这回这个贸易战，就是这个真侪这个中国人去这个美国，这个知识偷走的这个。property 啦，吼，这个 know how， 这个营业秘密啦，智慧财产权，啊，所以讲进中国伊足坚持，搁要对西方去提出这个技术，啊，美国进就足坚持，讲你补贴你的产品，互你的产品有利出口，啊，你偷取其他国家的发明，啊，仿人的商品。等等，遮呢拢去偷着阮美国的技术，是，所以川普伊才会踩遮硬。是，但是中国伊绝对爱去仿人的技术，因为中国的商品要会当行销全世界。即马中国嘛知影讲，要互中国的物件会当价销提高，啊，就要有品牌啊，就要有技术啊，安尼伊做的产品的价销才会悬，才会交过去中国做迄个低级的产品。有改变啦，所以中国伊无可能讲去甲美国承诺讲伊要安怎尊重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啦、营业秘密，这无可能。啊，安尼呢，美国绝对是无法度得利的话，美国就要用这个关税来保护伊的产业，但是这影响有限啦。你像人民币，伊即马甲你起价落，你甲扣10%的关税，伊人民币只要甲你变达落一个抵消去啊。是，所以讲。我看川普也无遐简单会当得利，这个习近平也袂去让步，所以伫这种态势之下呢，咱台湾今仔日要安怎对咱上界有利？就是像中南遐上界对倒来台湾，人才留到台湾，是，大家发展咱家的产品，用咱家己的这个品牌 Made in Taiwan 销去全世界呢，安尼，咱台湾的经济会好，所以我毋只讲美中的贸易战长期来讲对咱台湾是有利的。但是伫即个短期，咱真侪台商，伊嘛是台湾人啊，因过伫中国，咱要安怎来甲伊协助，互伊受到上介少的冲击，这是咱政府爱去做的嘛。是，是安尼。所以咱来看讲这回自这个去年这个贸易战，咱来看讲回过头来看，伫去年开始，甲即阵可能伫9月初，搁要开始定这个关税这个部分哦。伫去年这个2018年7月6号开始哦，有340亿的这个关税哦，征着什么？征着这个航太啦、机械啦、电子啦，这个汽车的零件吼。2018年的时阵吼，伫8月23号嘛是160亿哦。对着这个机械、半导体哦，佮有279项，要25%这个关税。继续来看讲9月24号，这个小连线这贸易战是愈来愈强，过来是2000亿这个美金吼，
有针对着这个家具啦，或这个非科技的这个消费品啊、食品啊、化学品等等的。啊，2000亿的部分呢是伫今年的时阵，就是迄当阵哦，这个中国佫有锁掉因的这个网络，讲这个川普这个 Twitter 的发文拢甲伊屏蔽起来，不好这个中国人来看。但是这个中国股汇市啊是直直落，因为伊这个美国这个川普伊就伫 Twitter 头顶讲，我要加征这个2000亿美金的这个关税哦，10%提关至25%。啊，现主现的伫9月初的时阵，3000亿的这个美金哦，有手机啊，这个 notebook 这个 display 这个电脑啦吼，这个服装等等的这个消费品甲电子产品10%的关税。啊，咱看中国这个回应是啥物？中国上大这个报复的心态，就是我要针对美国这个农产品来用啦。其实咱来看讲，美国对着关税这个部分，有安尼看起来已经5%这个部分嘛吼。啊，因伫7月30的时阵，是伫美中12轮的这个贸易这个谈判伫咧上海。但是回过来看讲，美国伫这回这个中国对因来反制部分是农产品。但是川普讲话啊，川普伊讲啥咧？川普伊讲 ，as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last 2 years， 就是前2年以前啦吼，这个美国这个做农的人啦，伊拢知影这个 China will not be able to hurt them in their president has do with them， 就是讲川普听因啦，徛甲因做伙，徛甲因这个做农的做伙啦，所以因伫遮，川普讲。你若要对我的农产品有关制，其实你拢挡袂着啦，因为我川普我就是徛到阮人民，徛到阮做农的做伙，这个区教授你安怎看？这吼，这讲起来实在是拄啊，这个影片内底吼，这中国的外交部甲这川普吼讲来讲去，实在讲起来吼，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小妹无好话啦，实在两边即摆讲的吼，拢无好话啦。拄啊，咱咧讲这汇率操纵吼，汇率的这操纵嘛是共款。照你来讲吼。美国一般都是半年一摆，啊，在宣布讲全世界吼有对一个国家是所谓的这个操控的国家，操控的国家。一般来讲吼，像台湾，2017年的时阵，啊，嘛是汇率操纵的观察名单伫内底，啊，伫这观察的名单内底，但尾也都无啊，好啊。正常来讲吼，美国袂安尼雄吼，拢无准备也无事，安就雄一讲起来就讲，我也无调查，就讲宣布你讲你是汇率操纵国，25年来毋捌安尼做过，吼，所以这就是小妹无好话嘛，吼，所以啥物无照白里出牌这状况拢出来啊，啊，即摆就讲起来就是安尼。啊，拄啊，主持人在讲吼，这农产品简单来讲，川普即摆想法就是安尼。当然，这某一个代志本来就是安尼，我甲你管制，你甲我管制，当然大家有好有歹嘛。对美国来讲，我扣足侪关税，但是我的农产品、农民会受到伤害。是啊，拄啊，主持人嘛讲，啊，川普即摆做的代志就足简单的。你讲中国你无要谈判，这协议签袂成，不要紧啦，你签袂成，我就逐工扣关税就好啊。关税扣袂少，我就补贴我的农民。吼，当然即摆来讲，即摆美国的农民吼。啊，毋是真满意，就是讲啊，这虽然政府在补贴吼，比较起来，我较早的收入也是较好，若是物件会当销出去用，补贴也是较好。但是即摆对川普来讲，这种小可代志啊，你若感觉补贴无够，我即摆搁增加关税啊嘛，啊，增加关税，我就搁加互你补贴就好啊。啊，照你来讲，即摆是中国人较重视美国的市场。吼，中国出口去美国遐侪钱，你逐工互美国扣关税，伊挡袂掉。但是美国出口去中国的物件无遐侪，吼，中国就是照步安尼，甲你共款去抽关税吼，嘛是中国嘛是会输啦。因为美扣的关税，啥物人扣较侪，当然是美国扣较侪。啊，对美国来讲吼，遐市场虽然重要，但是无遐重要。美国的市场是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无重视的，对中国来讲，尤其是安尼，所以对美国来讲，安尼一直扣关税吼，对中国来讲当然是足伤的吼。啊，讲起来吼，这是另外一种的，咱讲无公平的战争，是安怎讲？川普要选举啊，有连任的压力啊。啊，
让习近平唔免选啦，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啊，所以这嘛是无公平啊，无公平，所以习近平就看你明年要选啊，我就甲你拖，吼，啊对川普来讲，啊实在伊嘛足硬气的，讲啊，我若像习近平安尼都免选吼，哦，大家安尼坐起来吼，唔敢个愈趣味，对无？啊，足可惜的，明年搁要选吼，我就会过愈这过愈迄吼，感觉足忝的，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的体制无公平，体制无公平，对美国来讲吼，迄个愈受气，我就为着要解决这个代志吼，就无法度，所以但是无论安怎讲吼，美国这2年来，尤其今年吼，前半年经济状况非常的好，就业的状况也非常的好，所以对美国来讲，伊无咧惊，我今日经济好，你中国经济歹啊，你若协议咱谈判无完成吼，我都不要紧啦，你看你的外商外资一直走，大家拢咧走，我也无急啊，我若是免选吼，我搁愈无急。中国是真正讲起来，即马看起来是较输面，所以这对美国来讲，即马是看起来较袂烦恼即款代志。是，咱都来看到讲咱经历的这个有的人啊，对着这个美中贸易战哦，对着这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还是全球的这个影响，咱经历的这张表，咱来好好来看一下吼。这个 Trump 经这个总统这个经济顾问哦，叫做 Cohen， 伊讲哦，这个贸易战大家拢是输家啦吼，伊就是较无遐 正面来看啦吼，但是伊阁有即个牛津即个经济研究院的即个研究员哦 ，Darko 伊就讲说，若是甲伊伤害哦，换做是即个经济即个成长率哦，敢若差不多是0.3%啦吼。啊，等下咱一个一个来看啦。其实即个大家即个学者拢有因的看法，咱来看讲中国即个学者马晓晓伊是安怎看贸易战的即个结果，中国伊会砍你哦，敢真正会砍你？咱来看吼。 啊，伊讲即道咧，即个贸易战的即个摩擦哦，就是背后是中国甲美国即个竞争力的小战啦吼。其实咱头拄仔嘛拢讲到，因为中国直直咧撑起来，啊，咱看到讲美国现主席啦，啊，川普嘛要选举啊，啊，对着伊国内来讲，伊拄则嘛讲，咱讲伊徛伫即个农民甲农民徛做伙，啊，伊伫5月时阵伊讲，现主席我是有上好的经济来做目库，所以伊安怎看，就是讲我即回一定要。 哦，豆豆甲你拖啦，甲你拖落去。啊，但是美国内底内部的声音嘛是有啊，伊讲即个美国8月初的时阵，即个联准会已经降息1码，降息1码啦吼。啊，可能伫小连续的即个2个月内底，佫会一直降安尼。到时你安尼看，即个美国内部其实嘛有即个反对即声音。这点是安尼啦吼，即个中国消费美国的物件。 较是即个工业产品啦，吼，工业产品有一个特色啦，一只车我要驶5年、驶10年，会当调整啦。啊，中国消费即个美国的物件，工业产品较济，啊，美国消费中国的物件是农产品较济。啊，农产品这是交中国人食饭有关呢。是。那看起来是中国人，而且挡较袂调，因为3日无食饭袂使啫嘛。 啊，各位，你看中国即摆物价咧。各位，我今年去东京，吼，去替我妈妈买一个即个药品，吼。啊，结果吼要排队来纳销的时阵哦，我头前啊咧规排拢中国的观光客，啊，拢摕一大堆，吼，啊咧算销的时阵吼，各位你嘛想讲，我这中国人太有钱啊，太来东京像咧扫啥物物件拢好，拢因咧买安尼啊钱袂输拢免税8%，哎。 其实这就是中国伊的关税悬就是讲足侪进口品离中国买，价销伤悬嘛，因为中国扣足侪关税，所以人民离中国买袂好，啊，因趁伊去日本的时阵呢，吼，就买足侪物件要转去中国，所以中国的关税已经足悬啦，已经足悬啦。啊，你即马你农产品你若搁甲扣关税起哩，中国的人民愈艰苦，中国的袂堪你啦吼，袂堪进啊，所以讲呢吼。 中国而家呢吼，他伊嘛足食力，啊，其实真困难一堆啊。咱也替中国人去甲想，啊，今仔日我毋是我无爱甲恁美国人买物件，今仔日你美国有啥物件咱买我？除了农产品以外，就是武器嘛，是国防的武器嘛。你像日本人就甲美国就买 F-35，啊，就贸易就平衡啊嘛。但是美国人无可能将这高科技的武器卖予中国嘛。 啊，所以即马就是美国过去20年经济政策错误，造成美国家己的产业无去嘛。啊，产业无去了，剩农产品嘛。是。啊，剩服务业嘛。吼啊，所以讲你要安怎
叫中国人来贸易平衡吼，即坦白讲，中国伊嘛有伊的困难，有难度啦吼。伊有难度，因为农产品是为美国即马销较济去中国的，吼。中国人嘛爱食食啦吼。嘿，袂毋对，所以讲咧吼，我是感觉讲进中国伊无啥可能会让步啦，伊会去找巴西啦，去找阿根廷啦，吼，去找遐食物的来源啦。伊找着食物的来源，对苏联调食物入来，安尼你美国的即个贸易的出发就搁抵消去啦。是，所以伫即种状态之下，其实即两国咧争的是啥？就是竞争力啦。他拄阿平讲的，要竞争力伫即摆社会，就是爱发明啦，爱营业秘密啦、know how啊。这确是中美之间即两国咧冲突的所在。中国要摕这个技术。美国无爱互伊，等于用即个物件安尼咧谈判吼。我是感觉讲，中国国家要2025中国制造啊，伊无可能伫2025过来制造迄个初级的产品，无附加价值的产品嘛。伊当然要做有品牌，有技术介绍悬的产品啦。但是若去安尼落咧吼，全世界拢中国生产。全世界物件拢中国生产。美国一定嘛，因为伊的人口真正太济，所以讲伊变做哪个高科技去互退掉啊，安尼煞变成全世界的人拢爱买中国人物件。是，所以这是嘛是美国真白条条的这个原因，就是中国甲美国，中国咧看伊安尼称悬起来，美国一定无要互伊称起来。所以这就是当时对克林顿开始美国的经济政策减掉，咱台湾曾经嘛捌。一段时间拢去对美国，就咱台湾来发展服务业哦，发展观光哦，制造业拢好西进咯，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嘛。所以咱真要安怎来用国际贸易结合着智慧财产权，互咱出口的物件有品牌、有技术，提升咱的附加价值，这就是咱台湾真应该行的一条路。是，咱看到这个会，这个G20了哦，其实这个有小，这个休困一下啦吼，小震休困一下，但是这回这个川普伊个出动作啊吼，咱来看讲，其实哦，这个美中贸易战，自去年到即阵哦，其实台湾伫遮是徛着较有利这个部分啦。咱拄则这柯教授嘛讲，咱来看一张图吼，就是讲咱对这个中国的投资其实是逐年安尼落来吼，咱来看到上近的伫2015年开始吼，伫109.6亿啦吼，一直落落到今年2019年这个6月时阵，敢若20.7啦吼，这个单位是这个亿美金啦，20.7亿个美金啦吼。其实咱会当看到这个趋势是豆豆落来吼。其实咱来看讲这回啦，达到这个贸易战啦吼，其实咱政府嘛鼓励着这个一大商回流啦。咱看讲，咱嘛有整理着一张表吼。咱讲是这张表，伊是做到7月初4啦吼，7月初4是4346.2亿，这是代表这个数字。但是咧，咱来看讲，拄则这电子零组件这个部分哦，占着较大的这个比例有36.3%，有19间的这个大商拢回流。第二个就是这个22.0这个电脑电子产品，甲这个工学。这个制作品吼，这是规个加起来是7月初4的时阵有这个数字，8月初2的时阵，其实总金额已经来到5047亿啊。咱要请教咱的这个钟南兄，是，你讲投资者这个中小企业无互通知到，但是其实这个经济部这个网站头顶拢有咧宣传啦吼。其实这回大商徛伫这个，因为要撇这个关税嘛，所以。转来真济，你有看到有人一个吸收伫咧中国的无？有啊，有哦。安怎因迄是啥物行业？这就是内销。内销嘛。因为你爱知影什么叫做外贸品，你知无？就讲我当做外销，我袂当做内销。是。这已经去国外这个厂商绑掉的啦。阿拉家己会当做阿拉的生意，咱大商袂当做，因为咱当消化讲嘛，咱袂当小因会当进攻大陆的市场。因为咱是零件代工尔啦，咱毋是真正做一个足大的产品去卖，伊嘛无可能互咱做这啦。倒来台湾，我找无资源，找无地，我要安怎？我去越南袂当无？所以河阳工业区哦，70%大商的。大商吼，莫名其妙甲插起来。结果阿拉啊，朋友佮问阮讲，遐佫有土地无？拜托诶，小介绍一下，是安那越南灵光水。
3个国家零关税，越南、美国欠伊的，柬埔寨，对吧？印尼，各位你可以知道，它是落后中国家，不是开发中国家，所以零关税。是，所以大家嘛要去遐讲 Made in 越南出去，连买啊都要去遐做啊。因为过来3000亿10%，要调整25%，歹势9月1號要開始啊。是，所以反之啊嘛要去啊。所以你会当想講，這個時陣是咪台商化危機為轉機的時陣？是，好大愛。開發一個經濟特區，互伊安那會當直接活落來。是，我過當照顧阮是大人，我先啊無愛。你會記知影咱頂一代是慶記戰爭呢？二次大戰的時陣，咱阿公攏去用食做日本兵呢？咱即馬是啥？經濟貿易戰爭的時代呢？咱都愛拼啊！即種戰爭呢，兩個大國咧相拍講後頭，咱台灣第二世界嘛可能，即馬佫可能哪會當？回歸百姓啦，你唔知影百姓，咱這中小企業是80%，咱家己講的啊。咱攏家己迄007派咧就出去安尼，袂曉講英語嘛，去遐用筆的嘛會曉。這就是咱的精神啊，土木啊精神啊。即馬倒來，你先啊，莫單為着大公司啦，你資本也1000萬呢，代票的哦，公司你嘛會當互伊一個特區啊，是，減免關稅會當無？跟外勞薪水甲本勞脫鈎會當無啦？我都有競爭力啦，我現在去越南啦，3不5時就甲罷工，3不5時就甲斷電。是啦，這嘛是另外一個觀點嘛，就是講這個工的這個問題，可能是本地這個工資甲這個外勞這個工資其實也差不多要懸啦嘛吼。差不多啊。所以這個是可能是後回這個政府可能閣愛想到這個部分，因為對，但是這牽涉到這個可能閣有修法的這個問題啦。咱來看講，這回台商回流對台灣真正有啥物幫助？頭拄啊，這個中南兄嘛有這個建議啦，就是講這個工資愛脫高，但是咱來看講，這回哦，自今年正月開始到6月哦，台灣雖然對這個全球這個出口是衰退3.4%，但是對中國出口衰退9.1%，不過就佇這個期間哦，對美國出口的成長是17.4%。這個數字來看是英國唔捌有的呢，教授。所以其實真吼，咱前屆嘛有甲各位報告到日本交南韓的貿易戰。即馬美國交中國的貿易戰佫繼續。其實是咱台灣足好一個機會。就是講咱若會當政府會當來照顧到像中南遐因這中小企業，互因會當來台灣呢，咱台灣所做的產品啊，其實若法度銷日本市場。美國市場呢，去歐洲呢吼，其實咱就做袂富人互人啊，對呀，真正，迄市場就有夠大啊，咱唔通想講哦，全世界攏咱台灣人做的，唔免，你主要有即個日本、美國嘅市場，即係先進國家嘅市場，咱就做袂富人互人啦。是，安尼呢吼，咱要安怎來互即個中小企業土地啦、電啦、水這方面會當充足，即真就是咱政府積極咧做嘅所在嘛吼。嘛咱長期攏咧強調，你若講即個。工資的部分啦，吼，我較早做立法委員，我就開記者會講，我主張本外勞脫鈎，吼，因為這甲國際人權無關係。是，今仔日若真正保護咱外勞的人權啦，我袂像講真的政府放互這外勞，像真啊熱人，這菲律賓啦、印尼的外勞，禮拜四攏走去對，攏台北火車站，攏離啊，台北火車站坐甲規個路邊，攏是這外勞。離啊野餐。離啊野餐因就是熱嘛，無對去嘛，這就是無人權啦。我認為講咱台灣這個文字館，咱愛找所在來設一個回教中心，互因去啊同鄉會當做伙，佫會當做因回教的禮拜，這確是人權。因的薪水呢吼。勞大原地，咱本來會提高，安尼本來勞脫鈎，咱的企業也有競爭力，咱的人民薪水也提高，外勞伊提進的這個基本薪資吼，離咱台灣趁一個月，等於菲律賓聽伊用幾年的啦，所以講像這落愛頭殼落愛較靈活啦，茫講什麼本來勞脫鈎了，什麼違反什麼國際人權啦，你互伊去這個台北火車站多。客甲咱台北火車站攏是人，迄確實無人權啦。是，咱佫講轉來啊，吼，講即回啦，經濟部其實有初步來評估講，即個電子產品也是民生的即個消費品，濟攏甲即個跨國即個供應鏈有關係啦。其實咧影響到就是佇即波即個貿易戰內底，會影響到。最後咱請即個區教授哦，咱來講到即回。
面对着9月初新的这个关税、这个关税，美国对着这个中国，台湾徛伫遮的这个位置，有的台商要回流啊，咱爱有啥物准备？这边的这贸易战吼，讲起来嘛真趣味。一开始的时阵吼，大家观察就是足侪台商啊，讲这真正敢会整起来，吼啊，可能大家讲的，个2个月就无代志啊。无想到整甲咱的对，咧，吼，所以一开始就讲啊，看起来佫袂歹啊，佫转单效应吼来啊，看起来安尼佫真好。一开始吼，足侪台商的想法是，并毋是讲要离开啦，就是想讲啊，这可能足紧就煞吼。结果无想讲哦，愈拍愈严重，愈拍愈严重。我的观察是安尼，就即马吼，愈来愈侪台商吼，较早因为伫咱讲红色的供应链，伫红色供应链内底，即马愈来愈侪台商感觉讲吼，哦，美国即马要做的代志吼，就是要拍掉即个中国的这供应链嘛吼。哦，即马大家想法吼有小小的改变，啊，足侪台商这个大头家就想讲，啊，将来若真正讲两国安尼战略，哈。不止未来有中国供应链，美国嘛有一个供应链，台湾嘛有，台湾嘛有，大家都爱想法嘛吼。这状况都爱改变啦，都爱吼。即摆政府在宣传讲，将来可能是一个咱讲非红供应链，非红供应链就毋是中国的吼。啊，即摆足侪台商其实是有即款想法出来，就是就讲吼，将来台湾的机会是应该伫中国以外的其他的所在。啊，大家这想法开始有安尼转变的时阵吼，对台湾来讲，就是大家讲的，这是一个新的机会伫遮嘛。真正，台湾徛踮这个位，真正是对台湾真有利啦吼。两国相战，咱台湾。